好，接下来听听江秀菊老师来继续运动。我的左手边呢是许继文老师，右手边一位是沈芳如老师。好，一下然后做37式套路里面呢，揉膝按掌哈，有左揉膝右按掌，好和右揉膝左按掌。好，也开始对弓部按掌开始，用左弓部按掌开始。好，左弓部按掌就是左脚对面前，左脚对面前，我记得左脚的脚尖对等正面前，哈，脚趾头呢同样对到的脚尖，不过呢脚趾头前半记得莫超过的脚尖，哈，脚趾头。后半的右脚和脚尖45度的方向，好，膝盖莫打侧了，哈，稍微弯曲，好，右手左弓部就是右手掌，右手的巴掌哈，对人的面前，手腕对人的肩高按掌，好，然后左弓部按掌，好，要开始做太极步的揉膝按掌，这个是左揉膝，然后左揉膝右按掌，左揉膝右按掌，好，然后用边右揉膝左按掌呢，好，第一动，身体往后坐。身体的重心往后移，往后坐，往后移，往后坐的时候，记住右膝盖对着人的右脚尖。各位呢，往后坐个哈，身体因为重心移开了，哈，移开了，故说人的右手同样疼的了，慢慢的有点变下来的感觉，变下来，往下降，好，来第一动，第二动，左转腰，左转腰的时间呢，身体同样用左胯往左旋，带着人的左脚打开，大概打开超过45度，好50-60度打开来，然后刚刚右手已经下来了，因为转腰开脚，右手要变下来，变在两只腿的中间变下来，好，第三动，重心对人的右脚弯到左脚去，好，移重心，跟下呢身体。没按的移哈，身体慢慢的往前坐，往前面往左脚去坐下去，手往前荡一点。好，坐稳了以后呢，我们要上右步。要上右步的时候，要左胯同样往左再旋一点，先松我们的右脚跟。松了右脚跟以后呢，完全松了，坐稳了，再往前上一步。上一步的时候呢，左手就荡出去，上步荡手，好，一上步一左旋，上步就荡左手，好，下面一动，把重心从左脚移到右脚的时候呢，上弓步，右脚弓起来，膝盖弯曲，弓起来，做速度弯曲，好，手掌的弯曲来，要手大概在耳朵对岸呢。左边逆拱差不多的狗突，好，第六动，转腰以朝后来的右脚，右转腰，右揉膝，左按掌，好，就是转腰的时候呢，就把我们的右手，对于我们右手从里面画一个圆腰画一个圆，揉过我们的膝盖，在右大腿旁边。然后呢，把左脚带进来，右手在我们肩膀前面按掌，这个就变成了右揉膝左按掌。好，我们再换左揉膝右按掌，怎么换呢？有6动，第一动往左脚一坐，一沉下去，记住沉的时候有2个动作要注意，一类是右手左手腾的往后坐的时候呢，左手变下来。不用平了，左脚的膝盖往左脚尖，好，对等方向，一往后坐，要2个手跟膝盖要注意哦。第二动，右转腰，用右胯 ，and cap， 好，往右转，带到 and 脚往右边打开来，超过45度，同时左手变下来，好。第一动往后坐，第二动转腰开脚落掌，左手变下来，第三动移重心
重心从左脚变成右脚。好，走稳了以后，第4动要上左步了。好，走稳了哦，我们的右胯，右脚要夹卡，右胯哈，稍微的往左再转一点点，把我们的左脚跟先松开来，松了以后呢，好，坐稳它，左脚直上一步，脚跟先落地，是虚的哦，这个脚是虚的哈。好，上步的时候呢，左手右手同时荡出去，上左步荡右手。好，移重心，用重心从右脚移到左脚的时候，移重心，右手肘弯起来，身体莽转哦，身体空拥，还对右前方，它斜面的2个膝盖打开来，好，左手对2个大腿中间，右手呢弯曲在我们的耳朵。好，最后一动，做好左脚，左转腰，扣右脚，左揉膝，右按掌出去。好，这个就是换了，从右弓步又换回左弓步了。好，收。好，同头的位，做的时间呢，你可以注意到，那做不管他做左揉膝呀、右揉膝，那手就停在那脚，唔免手起个乱动，脚用一边，手就要用一边。弯步伐的时候呢，注意的身体空拥，要维持高度，莫上下，手跟着腿来动。好，现在我们再一起再做一次，左弓步，左揉膝，右按掌。好，我们再来左右再各做一次，同样做安尼哦。好，有6个动作。第一动，身体往后移，重心往后移，右手跟着慢慢的落下来，大概平的地方，右脚的膝盖对着我们的右脚尖。好，转腰开脚，右手跟着落下来，脚打开，身体朝大概左前方45度，移重心到左脚，再稍微往下一层，稍微往左旋一点点，把我们的右脚跟先松开来，松掉整个脚，松了以后呢，直上一步，荡左手。上步对称的，上右步就荡左手。好，然后重心从左脚移到右脚，手肘弯起来，弯到耳朵的高度。好，然后右转腰，右揉膝，左按掌。好，我们刚刚从左弓步变右弓步了。好，再来，现在从右弓步要变左弓步。好，第一动。后坐，重心从右脚变到左脚，后坐，左手略下降，左膝盖对脚尖。第二动，转腰开脚，身体转到右前方45度的踢法，做数标好了，对2大腿之间。第三，身体重心左脚边右脚去，好，坐稳了哈，上左步了。右胯稍微的再往右旋一点点，做脚跟脚掌松掉了，好，完全放松了，记住完全放松，我们就上左步，脚跟先落地。好，上落地的时候呢，右手荡出去，同步荡出去。好，再弓步曲肘，好，转腰扣脚，揉膝按掌回正。好，收。亚都黑37是太极拳里面的左揉膝、右揉膝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很快的再连续做一次。好，弓步按掌。好，向下做下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右揉膝，左按掌。好
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再来一铺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数。你看，安尼连续做好了，你就记得，安尼做呀的步伐的变化，一定要注意到，好，身体一天唔好安尼上上下下、高高低低安尼，一天唔好安尼。天呢，身体一天要张，好，不管係移重心，也係上步，身体一定要张。第三呢，要注意到安尼手係停停，安尼腳的变化，好，然後呢，我們再來緩和呼吸一下。吸氣，吐氣，再一擺，吸氣，吐氣。好，大家辛苦了哈，大家當認真啲做，記得有限就接練，越練越熟，越做越好。好，按姿勢。